时代力量台南市北区中西区的参选人李冠霖14号上午召开记者会，针对台南市政府对公有市场的管理出现无公平的问题，透过记者会来呼吁市政府应该保持公正，才袂造成无必要的纷争。今天我们开这个记者会，主要是要揭露公有市场管理疏漏的问题。公有市场，例如像沙卡里巴市场、西门市场，都长期有实质转租的问题。根据中央的法令，如果有发现转租的事实，台南市市场处应该要进行收回的动作。但事实上，市场里面有8-9成都是转租，许多一般的市民要进入市场营业的时候，往往要再被扒一层皮。一般的租金只要2-3千块，他可能要付上上万元的租金才可以进入市场工作。另外，由于许多市场的摊商他是实际经营者，但是却没有办法参加自治会。自治会的财务长期不公开透明，市场处长期针对市场管理问题怠惰。时代力量认为，不仅是租金，还是市场管理都应该要更加加强。记者会嘛也请到冠金海产卖的头家娘郑亚玲，头家娘表示，市场有明定的营业时间，各个市场内面上少有10几个单位是长期无咧营业，煞无去互回收，造成一直拢无单位会当互真正想要做生意的店家来使用。我们到目前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单位来做稽核。所谓的稽核是你们查了，你们来辅导转租之后公证之后，像刚冠霖提到的，我们的沙卡里巴有33%的一个公证的一个几率，一个数字嘛。那事实上这边公证完之后，公证归公证哦，公证完之后呢，房东他还是在台北，他也没有实际经营。还有公证呢之后呢，这个挂名呢，他本来是服装店，他是在卖豆花的，所以这个部分他到底有没有在稽核？因为我们实际在摊商的话，目前整个菜市场还是一样，空铺位没有收回，整个如果要照市场法规来讲的话，如果这个铺位呢，它大概有7天没有营业，它就要跟主管机关报告说它要7天停业。超过14天没有营业的话呢，主管机关就要把摊位收回了。参选人李冠霖强调，应该公开向摊商收款的项目，才袂造成市场租金辗转租来提高成本，最后商品的费用增加，变成人客嘛，就是市民朋友爱来负担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